二三四停，逍遥的酒中仙，有心爱地陪停。管太一天大问题，抛开所有的一切。一二三四。二三四，烧酒啉到嘛西嘛西，啥物拢 OK。趁着你我有缘做伙，毋免想遐多。啉落去，啉落去，一杯搁一杯。哦，啉落去，啉落去，酒水讲酒话。看着人讲人话，看着鬼讲鬼话，看着脚大袂讲歹势。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天气不好，又冷又湿我都不想出去练歌了不想到教室去练歌，所以呢，在家里把歌谱打一打就打了这首白冰冰的新歌《啉酒讲酒话》这首歌呢是2025年，就是今年啦3月18日在首播3月18日对今天才30日呢还不到半个月这个真的是小滚滚的噗噗的新歌啦作词作曲是于荣华老师于荣华老师很棒写的很多歌呢都非常好听也好唱我们今天就来介绍这首白冰冰的新歌，于荣华的老师的作品给大家。小啉酒讲酒话，来，这首歌是 G Myla 的歌曲。G Myla 什么意思？前面的这个 G 就是它的调号这首歌要唱什么调就是大家我们要唱 G 调，不过它是 G Myla 这个 M 麦当劳的 M 的这个小写，我们念它 Myla 什么就是小调G 小调，那就是 G 的这个音，不是要唱哆G 我们找到钢琴上找到 G 这个音，我们要唱拉我们要唱拉，还有我们这个是哆瑞咪发嗦拉西哆，这是固定唱名法如果是手调唱名法呢，这个音就不是唱嗦了，这个音刚刚我们说这首歌是 G Myla， 所以 G 这个音呢要唱拉，那它的 C 在哪里拉跟 C 这两个，这个来我们以它这个当做范例，拉跟 C 的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音它们是个全音，对不对？所以这个如果是拉的时候，那这首歌的 C 在哪里？在要全音，两个音中间要隔一个，所以它的 C 就是这个音。那它的哆呢 C 我们再回来看到范例这个 C 跟哆的中间有没有黑键？没有，所以它们是个半音，就是隔壁呢又很近的隔壁，所以这个当 G Myla 的时候，它是哆，它是拉，那它的 C 在这里，它的哆在哪里？在这里，所以这首歌呢我们也叫它降 B 大调也叫它降 B 大调。不过岳云老师比较龟毛你叫它降 B 大调，我只会给你80分。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看不出来最后一个音是拉而且也不知道这个音这是小调的歌曲，所以我对不起我很龟毛，请你一定要给他请你呢来我把它拉好请你一定要叫他 G Myla， 我才会给你100分来，我们就来唱这首 G Myla 的歌曲，4拍子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了，你看看这个第4小节的最清楚，7 C 2 3 4真的是4拍呢速度1分钟有60秒，对不对60秒呢1秒钟如果唱2拍是不是120拍116跟它很接近，所以1秒钟几乎要唱2拍了所以真的很快然后来停停停停停好来1 2 3 4停然后呢再停半拍再停拉西拉西西西哆拉西哆停哆西拉发拉西2 3 4停好来停拉西西西哆拉西哆停哆西拉发拉西2 3 4再一次来停拉西西西哆拉西哆停哆西拉发拉西2 3 4停好来我们从头来停逍遥的酒中仙酒一拍酒再搁一个半拍酒这个后半拍呢
玉还有2个音，哆啦九中仙，过一摆来九中仙，好，从头停。逍遥的九中仙停，有心爱地陪爱，这个拉。头顶上有一只毛毛虫，有心爱，清唱转音，有心爱地陪有滑音，从拉滑到西，有心爱地陪停，拉发咪哆，拉发咪哆拉，拉发咪哆拉发咪。观台一，观台一，观台一，不管它了哈。台呢有2个音，观台一，天大问题，天大问题啊，题呢问题啊，冇人唱问题对吧哈？不过跟大家报告。白冰冰小姐唱的是问题，所以你如果要问题，我也没有问题啊，我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这是这个是这个可能是南部音跟北部音的这个区别了哈啊，你习惯唱什么你就唱什么。停，观台一天大问题，停，咪哆哆，咪哆哆2 3。哎，后面还有半拍，咪哆哆的瑞哆西，瑞你哆哆2 3，瑞哆西，哆2 3，瑞哆西啊的，我那个就是这个第4拍的前半拍，然后后半拍第4拍的后半拍呢要唱瑞哆啊，然后西，所以这个嗦呢嗦有的嗦呢啊唱就这等了，抛开嗦。嗦，来，抛开嗦，有诶伊有后半拍，哆西啦哆西啦啦，哆西啦哆西啦啦。好，我们前面抛开嗦五来接来，停，抛开手，有诶一切，一切，要几下，1个、2个、3下啊！抛开手，有诶一切。好，这样前面的这一段就唱完了。哎，老师啊，主歌还在后面，对啊，所以这一段是什么？这一段呢，就像很多我们在看戏啊、看戏剧啊，这个这个小旦要出场的时候呢，他先唱一句啊，这一是什么？哎，这个开门啊，这个过门，哎，我要出来啊，就又更像呢，哎，我们写一本书啊，我要出一本册啊，我找一个就有名的人，哎呀，找赖清德总统帮我写一个这个序，哎呀，找马英九先生帮我写一个这个序这个怎么样？推荐我的文章啊，我这一本书的文章就这样，这像一个契子就像一个序就像一个过门一样然后接着呢才引导我们进入主歌来。我们把这个前面的这一段呢，把它连起来，来听。逍遥的酒中仙庭，有心爱地陪。观台一天大问题，抛开所有的一切。好，接下来间奏2小节呢，1 2 3 4，2 2 3 4，好，然后接下来进入主歌，咪发咪发拉发咪，好，这个呢，这个你看拉。每一拍都有附点，怎么样？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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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骑马一样，一只脚长，一只脚短这首歌呢，它的特点就在这里前面这个
这个续把这个气质的时候，你不觉得啊？后面一进入呢啊，都是跳动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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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一定要唱出这个感觉了啊！啦咪咪咪咪咪发咪啦啦发发咪，再来一次来啦咪咪咪咪咪发咪啦啦发发咪，哎，你一定要跟着我哈，一长一短，一长一短，一长一短啊，才能唱出这首歌的味道来。啦咪咪咪咪咪发咪啦啦发发咪来，烧酒啉落嘛西嘛西，什么拢 OK 来，烧酒啉落嘛西嘛西，什么拢 OK， 烧酒啉落嘛西嘛西，什么拢 OK。二好来。哎，难得有一个长音的，哈哈哈。什么拢 OK， 这个 K 有两拍啦，哆哆哆西哆，咪咪咪啦啦西哆西，再来哆哆哆西哆，咪咪咪啦啦西哆西啊，也是一样哈，哒哒哒哒，一起来，谈着你我有缘做伙，唔免想遐多，谈着你我有缘做伙，唔免想遐多，啊。啊，闭口空一口啊，来，谈着你我有缘做伙，唔免想遐多，谈着你我有缘做伙，唔免想遐多，啦发咪啦发咪啦西哆啦咪，啦发咪啦发咪啦西哆啦咪，啉落去啉落去，唔杯过一杯，啉落去啉落去，一杯过一杯，哦啉落去啉落去，哎。这是另外的后面的这一句呢，哈，这个节奏哈，节奏完全一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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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原来，但是呢，白冰冰在唱这一句的时候，音高不一样了哈，姐这个前面是拉，这里是发，他在这里呢加一个哦哦，啊来，啉啉落去，啉落去，一杯搁一杯，哦花。发咪瑞发咪瑞咪拉西哆西，发咪瑞发咪瑞咪拉西哆西。哦，啉一步啉落去酒水讲啥？酒水讲酒话，酒水讲酒话来。啉啉落去，啉落去，一杯搁一杯。哦，啉落去，啉落去，酒水讲酒话。搁一摆来，啉落去的第一遍，要比较低，对不对？来，啉落去，啉落去，一杯搁一杯，哦，啉落去，啉落去，酒水讲酒话。来，搁刷落呢，看到人讲人话，看到鬼讲鬼话，看到人讲人话，都是啦，是啦发，都是啦，是啦发，都是啦，是啦发，看到人讲人话，看到鬼讲鬼话，都是哆咪发咪都是咪发咪都是啦。哆西哆咪发咪哆西咪发咪哆西的，哎，同学呢对着我摇摇头啊，表示这一句哈、真的比较有一点难。为什么？因为咪发咪比较快。来，我们放慢速度来唱，来，哆西哆咪发咪哆西咪发咪哆西啦，再一次，哆西哆咪发咪哆西咪发咪哆西啦，再一次。哆西哆咪发咪哆西咪发咪哆西啦，哆西哆咪发咪哆西咪发咪哆西啦，哆西哆咪发咪哆西咪发咪哆西啦。哎，我都是用这个方法，你先慢慢唱，哆西哆咪发咪哆西咪发咪哆西啦。哎，你唱顺了，不会咬到舌头，不会吃螺丝之后呢，就自己练习唱快一点，哆西哆咪发咪哆西咪发咪哆西啦。停啊，那这样慢慢呢被自己引导哈，把都那就变得快了哈，就渐入佳境。好，来，我们从前面去鼓来，啊，咱去鼓先练习一下啦。看到较大尾，看到较大尾，看到较大尾，讲歹势，讲歹势，讲后面要收尾音，讲歹势来。看到较大尾讲歹势，挺好的，按头前来。看到人讲人话，看到鬼讲鬼话，看到较大尾讲歹势，停，吐口花，啦咪咪，啦咪咪，来咪，啦咪咪，来咪，哎，啦
咪咪瑞咪二啦咪咪瑞咪二，哎，它这个两个节奏旋律完全一样啊，歌词呢歌词呢，头壳灰灰，行路飞飞啊，头壳灰灰，行路飞飞。第一遍、第二遍的时候呢，第三遍的时候呢，都是头壳灰灰啊。行路飞飞，哎，这里多了一个啊，我用红字写，要提醒大家有没有？头壳灰灰啊，行路飞飞，咪西西西西西哆西啦啦，咪西西西西西哆西啦啦，一款人生实在笑亏，一款人生实在笑亏。好，来，我们从头壳灰来，嘎咪咪瑞咪二，头壳灰灰，行路飞飞。哎，这个啊，我忘了啊，来，头壳灰灰，啊，行路飞飞，这款人生实在笑亏，实在笑亏，笑几次？哆西拉啊，就3次，这款人生实在笑亏。停，好，接下去间奏10小节，然后呢，反复从哪里啊？从这里修就嘛谁。不过第一遍跟第三遍我们要唱第1行的歌词，第二遍我们要唱第2行的歌词。哎，我们现在唱第2遍了，对不对？来，我们来唱看，来，烧酒啉落地，话天话地。烧酒啉落话天话地，烧酒若啉落就话天话地啦，什么伊拢会啦哈。烧酒啉落话天话地，什么伊拢会。看要画群唱歌跳舞，拢总无问题。看要画群唱歌跳舞，看要画群唱歌。这个唱歌跳舞，安尼想定，看要画群唱歌跳舞咯。拢总无问题，拢总无问题。这点管他伊天大问题，有没有啊？这里呢嘛是无问题啊。看要花群唱歌跳舞，拢总无问题。来烧酒来。啦，咪发咪来，啊，过会记诶无？烧酒啉落话，天花地啥咪拢会。看要花群唱歌跳舞，拢总无问题。啉落去，一杯过一杯。哦，啉，刚刚我那个这个啊，行路飞飞的，前面有个啊，对不对？我有给大家提醒，这里呢，啉落去的第2句呢，要一个哦，有没有？来，我们从前面啉。落去，一杯过一杯，哦，啉落去，酒醉讲酒话，看，有钱人讲钱话，有情人讲情话，做人着讲气魄，讲声势啊，讲声势，做人着讲气魄，讲声势啊，所以这里呢，讲声势。这个谁呢？我都短短的就好了，不要长啊。按你们讲，叫声谁哦？来，有钱人讲钱话，有情人讲情话，做人着讲气魄，讲声谁？讲声谁？停，头壳灰灰。啊，跋行路飞飞，这款人生实在笑亏。这是第2遍了，对不对？好，来，我们那个第2遍呢，这个第2遍要冲下来，第2遍继续，第1遍间奏10小节啊，第2遍呢间奏4小节，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啊，4 2 3 4呢过来呢还是一样还是一样，反复又从头啊，对，我们这里要唱第3遍了，没有？烧酒啉落嘛西，什么拢 OK， 趁着你我有缘做伙，唔免想遐多，啉落去，一杯过一杯，哦，啉落去，酒醉讲酒话，看着人讲人话，看着鬼讲鬼话，看着较大话讲歹势啊。停，头壳灰灰，我行路飞飞，这款人生实在笑亏。2 2 3 4，好，唱到第3遍唱完了，来，这里有一个蛇钮，来，蛇钮在哪里？看一下，
蛇妞在哪里？蛇妞在最前面。停，逍遥的酒中仙，停，有心爱地陪。停，管他一天大问题，抛开所有的一切。来到这里呢，又要突扩大，扩大的都。扩大伫遮啊，扩大伫遮，但是呢，第最后一遍的这个扩大呢，这个头壳灰灰头前爱讲爱唱我头壳灰灰啊，行路飞飞，这款人生实在笑亏。停，FINE，所以这首歌呢要唱3遍，要唱3遍。第一遍啊，这个主歌的部分呢，第一遍我们要唱第一的行，第二遍唱第二行，第三遍还是唱第三行啊。那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啉落去，啉落去，这里有一个哦，然后这里呢，行路飞飞有个然后那个这个唱到第3遍的时候呢，做人就爱看到较大尾讲歹势来停来，我头壳灰灰，行路飞飞，这款人生实在笑亏。到这呢要接要这个要接蛇妞蛇妞又回到前面，逍遥的酒中仙，有心爱地陪。管他一天大问题，抛开所有的一切。过来了，我头壳灰灰，来，我们来接一下，我快速的拉来，管他一天大问题，抛开所有的一切。我头壳灰灰，行路飞飞，这款人生实在笑亏。刷，这样这个2遍3遍再加上扩大就唱完了。这首啉酒讲酒话好听无足趣味的啦这首歌我好喜欢了大家赶快来我影片的下面我有连结白冰冰小姐的 MV 来去欣赏一下，再回来练唱这首于荣华老师的作品白冰冰小姐的演唱就更有 feel 如果大家喜欢呢我制作的这个教唱的影片，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点选超级感谢欢迎大家给我抖内有大家的支持，有大家的抖内，这个节目呢这个影片呢才能够持续不断的制作出新的好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那感谢大家，也欢迎订阅按赞，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